翻到嚟第二節以責論責，咁就咁我頭先就講到，即係經過頭先咁長嘅作品回顧啦，咁我哋都打算講一講呢套小說本身嘅。咁我頭先亦都講到話，動畫嚟講呢，我係非常之不滿意嘅，主要嘅原因都係講翻嗰一點啦，就係佢做唔到呢套作品嘅重點出嚟，即係因為如果要講嘅話，即係畫風同埋聲音嗰啲都係其次。呢套作品我覺得佢唔成功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冇將比企谷大老師嘅嗰個負面哲學咧發揮得淋漓盡致啦。咁我就唔知道係基於人力嘅考量啦，定係或者係佢哋做唔到呢點咯。唔係呢個係載體嘅問題嘅，始終你動畫好難做到咁多小説上嘅詳細描述嘅。調翻轉頭就係、即係動畫有個優勢就係嚟去打網球嗰度，其實睇小説我覺得好悶嘅。但係變成咗動畫咁樣即係有咗動態。哦，你係講小説嗰度好悶？唔係，係咁動畫有咗動態啊，真係會比較容易啲去入口咁樣咯。OK，咁我係覺得唔滿意啦。係啦，即係你即係依家就唔知啦。翻，如果大家想了解翻果青呢套作品嘅精華，就點講都一定要睇翻小説咯。冇錯嘅，咁就都唔講太多啦。咁就我哋就講下佢究竟有啲乜嘢可取之處啦。咁我哋都抽咗幾個出嚟嘅，即係你知道9卷咁多，咁都講下啦。咁首先我哋就會講下第一章，即係第一卷第一章嘅嗰篇作文，即係作為比企谷佢俾平松老師攞咗嚟照肺嘅嗰篇文呢。咁我哋就會講一講嗰個先嘅。咁思威，你對嗰篇文有咩睇法呢？冇錯，就係呢一個嘅高中生活回顧啦。咁呢篇作文呢，最主要嘅就係比企谷八番呢，佢就對呢一個嘅青春即係覺得世俗呢，就對青春有一種好大嘅誤用啦，就係將所有嘅錯誤啊、失敗啊，都將佢歸咎於係一種青春嘅表現嚟嘅。咁例如係可能佢哋犯下偷竊啊，又或者係即係聯群結黨去作奸犯科啊，咁樣佢哋都會覺得係年少輕狂啦咁樣。然之後可能成績唔好啊，又會有好多嘅藉口話學校唔係死讀書嘅地方啊之類。咁但係呢啲都唔緊要啊，但係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佢哋就只係會即係用冠冕堂皇嘅藉口去美化自己嘅一啲錯誤，但係當人哋失敗嗰時咧，佢就唔覺得佢就唔會用翻同一把尺，就覺得嗰啲係一種青春喎。別人嘅失敗就單純只係失敗啦。咁例如交唔到朋友嘅就絕對係一種失敗嘅象徵，但係比企谷就調翻轉頭覺得交唔到朋友，即係如果失敗就係青春嘅話，咁交唔到朋友你又話佢失敗，咁我咪應該又覺得嗰個先至係青春嘅最高峰呢？咁呢一種調翻轉頭嘅逆向思考，咁我覺得係最顯得八番就係喜歡將所有世俗嘅人睇嘅事調翻轉嚟諗，去諗一種反主流嘅意見咯。但係當中亦都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度，並唔係完全係歪理咯。但係當然依家平總老師就覺得係歪理啦。係啊，咁其實呢篇文都好表達到佢嗰種中心思想嘅，即係其實你睇完呢篇文之後呢，你就會發現究竟八番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嘅，佢究竟擁有嘅係一套點樣嘅價值觀啦，佢係點樣去對世俗嘅眼光係點樣睇嘅。咁其實喺呢篇文呢，就可以好好地，即係其實呢篇文係好開頭，即係喺第一卷之前，唔係即係喺第一卷第一章之前就有嘅。佢係以呢篇文嚟作為開頭啦，咁就更加凸顯出我哋嘅大老師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咁就簡單啲去評論翻呢篇文啦。咁就其實佢喺度恥笑緊呢嗰種用外國嘅例子嚟講，就係嗰種 YOLO 嘅嗰個講法啦。YOLO 就係 You Only Live Once 啦。佢哋就會將即係所有嘅錯誤啊，所有嘅責任啊，去歸咎成為一個青春，即係用一個冠冕堂皇。調翻轉頭，佢哋係用 YOLO 嚟作為一種原動力，去推動佢哋做一啲蠢事。係，而唔係做咗蠢事之後就歸咎於 YOLO， 咁有少少唔同嘅。OK， 咁係咯，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咁樣嘅藉口去講完啦。咁就
咁如果面對住人哋嘅失敗咧，佢哋就會站喺一個好高嘅道德價值嘅高，唔係站喺道德價值嘅高地咧，去批評翻呢啲人究竟點樣差，點樣做錯啦。咁呢篇就係成個果青入面佢嘅中心思想啦，就係、你哋成班人都喺度講埋晒啲狗屎嘢，都唔及我聰明咁樣樣咯。真係自我中心啦。係㗎，咁如果係阿平聰老師嚟講咧，咁佢就睇完呢篇文就評論翻啊，你係一個高二病嘅小鬼咁樣去總結咗嘅。咁講翻高二病啦，咁高二病就即係以平聰老師嘅考文嚟講，就係高二病即係高中生常有嘅思想形態，例如覺得耍別扭很帥氣，常把工作就輸了這種很適合他們的網絡流行語掛在嘴上。提到暢銷作家或者漫畫家嘅時候，就會講比較喜歡他們成名之前嘅作品。他們瞧不起大受歡迎的東西，欣賞一些小眾玩意。此外，他們也瞧不起身為同類的御宅族，常常擺出一副頓悟一切的模樣，說些別扭的道理。簡單啲嚟講，就係一班討厭鬼。簡單嚟講，簡單啲講，其實真係呢個16歲看破紅塵是否悲哀啦。咁但係真係。OK， 即係呢個就係出自阿平聰老師唔認識阿比企谷百番嘅一個片面之詞啦。係啊，佢基本上喺第一卷第一章去講呢句嘅。係啊，但係即係大家讀者就好清楚啦，即係百番咧，其實即係佢作為一個孤獨大師啦，又話自己受有嚴格嘅專業訓練啦，咁其實佢係最有資格去做呢一種特立獨行嘅即係呢個點講啊？呢種好孤高嘅獨狼，孤高嘅一匹狼啊咁樣啦。咁即係話即係首先我覺得佢係最有資格話自己係高二病嘅人啦。但係即係佢就並唔係話即係崇尚呢一種病，覺得咁樣好有型好與眾不同，而係佢本身個人個本性的，而且確係咁。咁呢一種嘅角色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少見，亦都係最吸引到我睇呢套作品嘅一種理由咯。咁其實如果要講嘅話，咁佢就真係非常之符合頭先嘅 title， 即係16歲看破紅塵是否悲哀嗰種啦。係啊，咁佢又覺得非常之悲哀啦，但係咁佢又無可奈何地接受啊。唔係，但係又唔好咁講喎。阿大老師佢係經常為咁樣嘅自己自豪喎，非常欣賞可以散發出咁樣嘅魅力嘅自己喎。唔係咁，佢咪就係為咗避免呢啲悲哀嘅想法，佢就好努力咁去裝備自己，即係例如學識點樣去一個人上體育堂啊，又或者點樣可以lunch 嗰陣時可以避開人流啊，咁去自己揾個安靜嘅地方食飯啊咁樣咯。係㗎，呢個就係大老師嘅伎倆啦。咁我哋都講下第二個啦。咁就頭先喺作品回顧嗰度咧，第4卷都講到話學見留美事件嘅。咁學見留美事件都係叫佢留美啦。留美將佢咧就因為俾人孤立嘅關係咧，咁其實佢就當然冇咩所謂啦。但係喺世俗眼光嚟講咧，佢係即係一個失敗者，係一個 loser 咁樣咁平聰老師就見到啦，咁就希望去幫佢改善一下佢嘅人際關係，而請咗阿比企谷佢哋去幫手嘅。但係其實即係你可以想象做阿留美將就係阿比企谷老師嘅翻版同埋細個版啦，但係佢哋係一樣保持住一個價值觀，就係覺得咁係因為世人係太愚蠢啦，跟唔上佢哋啊，而佢哋即係做嘅所有嘢啊，講嘅所有嘢都係正確啊。咁佢講嘢係正確，但係世人覺得唔正確，咁就應該係世界嘅錯啦嘅咁樣嘅狀況。你會唔會講下點解留美會俾人排斥呢？即係佢係咪做過啲乜嘢，定係單純就雖無過犯，變無可憎呢？佢大概係因為思想比較成熟咧，所以不諱言啊。簡單啲講，真係空氣毒啦，唔知即係講啲唔適合氣氛嘅嘢，又或者即係直斥其非啊，導致人哋覺得佢非常之毒舌啊，咁樣啦。又未至於嘅，佢係因為喺即係一件事上面咧，突然間即係大家喺度感埋身世，或者唔知做咩時候講出一樣正論嘅時候，咁人哋咪覺得佢你都唔撚識睇場合嘅咁樣嘅狀況咯。OK，簡單啲講，真係唔合群啦。
係啦，佢哋單純咁唔合群啦。咁就如果以大老師嚟講咧，佢係會以一個比較成熟啲嘅風格去敷衍過就算嘅。咁但係以呢個留美呢個留美醬呢個小學生嚟講咧，其實咁樣嚟講都對佢係比較一個高難度嘅挑戰啦。咁最後尾佢就係成為咗所有人眼中嘅失敗者啦，亦即係符合翻佢一開初嘅嗰篇文咯。OK， 咁嗱，即係就算係用翻呢個，即係你又即係評總就覺得佢好可憐啦。咁其他呢個侍奉社嘅組員，例如係其實得翻雪之下啫。尤比賓都加入咗咯。即係尤比賓同埋雪之下又點樣睇呢一個女仔咧？咁其實基本上都覺得，如果嗰個人冇咩問題嘅，即係覺得冇問題嘅話，咁自然冇問題啦。咁尤比賓就話始終都係唔係咁好嘅咁樣咯。OK，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雪之下都抱同比奇哥一樣嘅意見啦。但係尤比賓就即係始終佢都係表演中立嘅角色，唔係即係中庸嘅角色啦。咁佢就覺得即係雖然講唔出應該點樣做，但係佢又覺得硬係要做啲嘢啦。係啊，即係佢因為而家佢所做係啦，佢而家所做嘅嘢其實係唔符合普世價值咯。即係好簡單嘅就係，始終一樣米養百樣人，咁人人都會有唔同嘅個性啦。咁但係即係同其他人唔一樣，又代唔代表唔正常咧？咁其實呢一個問題有好多作品都討論過嘅。咁尤其是係唔單止呢一種處世態度嘅唔一樣啦。咁例如仲有呢一個宗教啊，又或者呢個性向啊，諸如此類。即係我想喺呢度引用翻一句就係呢個小孩的時間，即係東立出版就叫《文少女的戀愛時光》啦。咁三大邪書之一啦。咁佢就講過，咁有一個小學生咧，咁佢就即係女配角之一嚟嘅。咁佢就即係中意女主角啦，就係百合啦。咁然之後偶爾一次佢就講咗俾佢嘅老師聽啦。然之後佢嗰個女老師咧就，即係佢又好，即係用咗好常人會講嘅一句，就話，即係佢當初就心諗，呢啲係細路仔特有嘅一啲同性戀愛嘅現象啦，即係例如男仔會同男仔玩，女仔會同女仔玩，可能亦都因此產生咗一種錯誤嘅戀愛嘅錯覺啦。其實都有話即係啲細路仔會中意媽媽咁樣嘅嗰種錯誤嘅感覺咯。係咯。咁然之後佢就好隨口咁講咗一句，唔緊要嘅，大個咗就會變正常噶啦。即係咁個女仔就好錯咁樣就話，你意思即係話我依家唔正常。咁即係話我知唔好講佢係咪真係一種細路仔單純係有一種戀愛嘅錯誤啦，但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喺平常眼中，只要一同其他人唔同，就會一律批成係唔正常。咁呢一種眼光，即係仍然係即係喺呢個中庸之人尤比賓上面凸顯出啦。而呢一個嘅特立獨行嘅雪之下雪乃同埋呢個比奇谷就覺得唔係咁樣咯。即係一個人佢同其他人唔同嘅話，而佢又樂在其中，就唔應該夾硬將佢變得同其他人一樣。呢個就係即係依家啲人去講到呢啲咁嘅宗教啊，或者性向嘅問題咧，所執拗住嘅一個普世價值嘅，我哋會認為係荒謬嘅理論啦。咁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其實如果要真係要深入探討嘅，就係好似發條產咁樣咯。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嘅題目嚟嘅，但係呢個果稱呢，就係成功咁樣去塑造咗一個人啦，然之後塑造咗一件事，去將呢個問題咁係表達到出嚟嘅。咁當初喺動畫嘅時候呢，大家都係睇完就算啦，其實當中係有一個好大嘅學問喺度咯。咁比較所幸嘅就係佢哋呢個侍奉社並沒有強迫留美去改變佢個人嘅性格咯。而係採用咗一種比較特別嘅方法，就係去改變呢一個環境，去導致呢一個唔一樣嘅女仔變成咗大家都差唔多係咁樣。即係因為比奇谷都講過噶啦，即係其實佢係做緊一樣正確嘅，即係佢認為正確嘅事啦。咁大老師佢其實都係認為佢咁樣做係啱啦，因為即係雖然你咁樣
即係佢係空氣毒嘅關係咧，令到佢即係因為佢太過成熟嘅關係，令到佢身邊冇咩朋友啦。但係只要佢過得開心咪可以咯，即係只要佢覺得冇問題咪得咯。咁當然喺作品嗰度咧，又會講到其實劉美醬佢咧，因為一個普世價值跟住其他人都話唔啱嘅狀況之下咧，令到佢喺度問究竟佢係咪真係唔啱咧？喺度有少少迷失嘅。咁其實大老師就話俾佢聽，其實你冇問題嘅，你冇錯噶，錯嘅係世界咁樣咯。咁佢係會比較傾向於理解到，即係點解會有人會變成孤零零咧？但係而且孤零零嘅呢個咁嘅問題，究竟係啱定係錯咧？咁呢個問題咯。咁最後作品就即係佢用呢一個看似解決但實質冇解決嘅方法，就話俾大家知，其實的而且確係冇呢個確定嘅答案喺度嘅。而且佢都覺得冇一個必要咯，即係因為佢都認為交友其實係一種虛偽嘅表現咯，即係其實大老師基本上都成日咁樣講啦，即係冇一個咪即係輕易獲得嘅友誼咧，其實係虛偽嘅咁樣咯。係啊，即係如果一個人係可以無啦啦變成你嘅朋友嘅話，調翻轉頭佢就可以無啦啦變成唔係你嘅朋友噶啦嘛。係啊，佢就成日會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咁其實如果今日係你朋友，聽日係你嘅敵人嘅話咧，佢可以將你一啲原本係認為係優點嘅嘢變成缺點咯，即係譬如你即係好活潑咁就可以話你好嘈吵啊，即係話你即係好精打細算嘅話，就係話你就話你好孤寒啦咁樣嘅狀況咯。所以佢係唔相信呢啲咁嘅輕易獲得嘅友誼，而如果即係佢嗰種寧缺莫濫嘅嗰個態度咯。如果你認為佢哋唔可以成為你嘅朋友，成為你嘅知己，即管 say no， 唔需要任何一個朋友噶啦，就係咁樣咯。咁反面例子就係呢個尤比賓啦。咁佢初初就係即係為咗黐埋堆咁樣，咁就不停咁樣扭曲自己咁樣去成全其他人，咁啊變到自己兩面不是人啦咁樣。咁比奇高成日都諗，其實呢啲又到底係咪一種開心？即係佢覺得嗰陣時嘅尤比賓係唔可以打從心底裏面笑出嚟咯，而只不過係虛偽嘅陪笑咯。係噶，跟住你見到啦，尤比賓咁樣係表面上咧就成為咗三浦集團入面嘅其中一員啦。咁即係喺世俗嘅眼光嚟講，就係成功嘅一群啦。即係如果你你知道個背景，你就知道三浦係屬於呢個班上面嘅頂點嚟嘅。咁佢係算係風雲人物啦。咁女神啦，佢係咯，咁就佢係黐喺佢嗰邊啦，成為佢嘅佢團體嘅一員咧，其實係非常之風光啦。即係套用翻比奇谷嘅嗰種語言，就係佢係種姓嘅頂點啦。然之後大老師就係最底限渣男啦。OK， 咁即係，但係佢就好明顯就係堅持，寧願做最底限渣男都唔想黐埋堆啦咁樣。係啊，即係佢反而覺得咧委屈求全嘅你咧係 loser 咯，而即係縱然喺世俗人嘅眼光佢係輸咗，但係佢係真正嘅贏家咯，佢係咁樣講嘅。OK， 咁即係嗱，即係呢一段裏面個結論就係無可避免地，你唔可以下下都無視世俗啦。咁樣如果唔係，只會變成一個逞強咯。但係真係又真係好難去講嘅，即係你即係只可以講，如果你要無視世俗眼光嘅話，你先要好似比奇谷咁樣身經百戰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每個人都只可以做翻好似尤比賓咁樣係委曲求全。係啊，其實即係只可以用委曲求全嚟作為一個姿態啦，真係冇辦法。咁呢個就係社會。而所以比奇谷大老師佢先至去講，其實你冇錯，係社會嘅錯，係世界嘅錯，咁樣咯。即係就算呢個世界可能大部分人都係中意群體生活嘅，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哋要排斥一啲喜歡孤單生活嘅人咯。但係好可惜，呢個世界上就係，如果你唔埋堆，我就要滅絕你或者去搞你。唔係佢哋又未至於去到呢個地步嘅，佢係比較算係一種恥笑你嘅狀態，即係
假設世俗眼光嚟講，有朋友係正常，有朋友先至係正義。而你冇朋友，你就係異端，你就係垃圾，你就係 loser 咁樣咯，係一個好簡單嘅二元論嚟嘅。咁呢度都講得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個就係講到頭先，其實喺咪後面咧都講咗少少嘅，就係關於開會嘅嗰個問題嘅。咁阿思華，你有咩睇法咧？OK， 你即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由呢一個即係開放嘅話題俾大家各自去表述，然之後再一齊 brainstorm，而冇一個主事人去統領成個討論嘅一個開會方式啦，係咪？係啊，咁我哋頭先喺第一節度都覺得略嫌唔足夠嘅，都開始講一講啦。係咯，即係最主要嘅就係首先你要明白咧，啱啱都成日都講到你做一樣嘢，首先你要有相應嘅實力，你先可以做啦。即係例如你要孤單一世嘅，你先要有孤單嘅自覺同埋可以孤單嘅一啲技能啦。如果唔係，你話俾我知你孤單之後會餓死啊嘛，梗係冇亂嚟啦。咁即係話首先第一你要放任俾大家 brainstorm 呢一個係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咧你又要睇翻大家嘅質素係點樣嘛。首先第一，如果一個蠢人就為咗爭取一啲曝光率，就即係夾硬提出一啲蠢嘅意見，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刷存在感啦。即係縱然佢講嘅有幾咁戇鳩，但係佢只要刷咗存在感就係贏了嘅嗰種心態啦。但係其他人又費事咁明刀明槍咩話你？唉，屌你啲嘢講出嚟嘥鳩氣啦咁樣嘅狀況下咧，又變咗呢一個戇鳩提議咧，又被接納喎。咁然之後大家咧就開始圍住個戇鳩提議啦。應該唔係話被接納嘅，係承認佢作為一個討論嘅一個環節咯。然之後大家就圍住個戇鳩事咁樣討論咯。咁所以先至會有開會令人變蠢嘅呢一種說法咯。係咯，嗱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如果呢個會係有呢個雪之奶或者雪之下粉嘅話，咁我覺得最正確嘅辦法當然係交俾聰明嘅人去主導成件事。咁聰明嘅人當然佢會知道邊啲人擅長乜嘢，邊啲人唔擅長，又或者邊啲意見有意義，邊啲意見冇意義，去作出篩選啦。咁樣嘅狀況呢，就當然係比較好嘅。但係首先最主要嘅就係主事嘅人一定要係聰明嘅人。例如你將呢件事交俾尤比賓做決定嘅話，我諗成件事一定搞禍啦。咁我就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即係如果以委員會制嚟講呢，咁其實佢係 suppose 你係以一班專才嚟講啦，就大家以唔同嘅觀點、唔同嘅角度，去揾出事情嘅各種唔同角度入面嘅會遇到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咩解決方法嘅一種制度嚟嘅。咁假設如果你全部都係聰明人嘅話，其實係呢個制度係非常之有用噶，即係你可以集思廣益啊，包含晒所有嘅觀點角度啊，咁就可以令到事情咧係完美咁樣去進行嘅。但係當遇到一個成班都係廢人嘅問題，即係成班廢人去舉一啲垃圾意見嘅時候，咁就會充斥住大量嘅垃圾意見咯。即係縱然你如果喺個會議上面係有一班比較聰明嘅人都好咧，佢哋嘅提案咧，即係嗰啲動議咧，都會俾呢班咁嘅垃圾意見去充斥住同埋覆蓋咗。咁如果當成個要成個會議入面嘅所有動議咧都去一討論嘅話，咁你嘅專才動議同埋垃圾動議咧會擺埋一齊嚟講，咁其實係模糊咗焦點咯。係啦，你就會模糊晒個焦點噶啦。咁究竟村民會點樣諗呢？咁都係冇辦法會知道嘅。即係始終呢個即係開會好重要嘅就係，從來都唔需要垃圾意見，但係偏偏就有啲人為咗凸顯自己有做嘢，咁呢個係即係多個制度問題啦。就係覺得如果你唔聲嘅話，就會覺得你係冇嘢做或者冇諗嘢啊嘛。係㗎。咁但係調翻轉頭都冇辦法。如果我諗咗一樣嘢，我覺得係冇講出嚟冇意義，因為人自己都覺得戇鳩嘅話，咁就不如唔好講咁樣。呢個就最主要就係即係呢個又係寧缺勿濫嘅問題咯。咁但係偏偏佢哋就選擇咗最無謂嘅做法，就唔係將一啲事情交俾能幹嘅人，而係希望一大班無能嘅人睇下可唔可以三個臭皮匠可以勝過諸葛亮咯。但係即係如果以呢個咁嘅合議制嚟講咧，咁如果
都算係有一個名義上嘅領導者咧，即係譬如雪乃在場，跟然後由雪乃領導咧去作為一個篩選啊，或者係去約束呢班人嘅天馬行空咧，咁其實都係有得搞嘅。但係點解冇咁做咧？即係因為一來喺第9卷嚟講咧，佢哋遇到各方各面嘅問題啦，然之後即係我都講一講啦。咁就大老師咧，因為尊嚴嘅問題啦，亦都因為人情嘅考量咧，就決定咗唔去揾雪乃幫手。然之後咧，佢自己一個人咧，亦都唔足以咁樣去抗衡對面嘅嗰種強勢嘅耍戇鳩嘅嗰種態度咯。即係因為對面係完完整整咁樣去拖後腿嘅，因為你會見到咧，對面係一個好着重門面功夫啊，成日會將啲英文詞彙掛喺嘴邊嘅一個冇咩所謂嘅人啦。咁我哋會稱之為閒人啦，即係一個咁嘅閒人角色咧，去成為一個領導。然之後佢係因為唔想將，即係我哋嘅理解啦，係唔想將一個責任孭喺身咧，然之後就採取呢個制度，然之後就分散嗰個風險。即係例如到時搞禍咗成件事就話唔係我提議係邊個出㗎咁樣咯。佢就係預設咗一條後路俾自己可以用一個藉口去為自己開脫咯。而呢個亦都係阿大老師佢最討厭嘅嗰種價值觀嚟嘅，加上佢喺呢件事上面都表達到，如果呢種合議制呢，唯一可行嘅方案就係有充足嘅時間。如果冇一個充足嘅時間而行呢個制度，而冇一個人去約束嘅話，其實根本就係白痴。OK， 咁即係成件事就有好多方面嘅不足啦。最緊要嘅就係首先第一冇認清楚各個人嘅實力啦，二來就係冇一個魅力型領袖咯，第三就係佢根本就唔夠時間啦。係啊，咁最後就搞到本身打死都唔希望依賴人嘅白番都忍唔住要揾人幫手啦。咁啊，係㗎。咁其實真係辛苦咗阿白番啦。唔係，但係其實又咁樣講嘅，因為呢個制度嚟講咧，其實係貨聰明人用嘅。係咯，即係如果呢個方法，如果你應用喺例如啱第一次講過啦，牛頓啊、霍金啊、愛因斯坦啊咁樣坐埋一台傾，咁啊梗係有意義啦。即係因為佢係呢啲係即係最少都係科學界頂尖嘅人才啦。佢哋係可以由自己角度到引申出有啲咩問題，有咩值得討論，即係有咩觀點同埋角度係需要注意。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嘅貨聰明人用嘅。但係如果你最後所有組員都係尤美斌咁嘅樣啊，財木座咁樣，咁啊突出事啦，係咪？即係其實都冇咩特別好講，但係偏偏即係唔單單係香港啦，即係世界嘅人都會認為開會好重要啊，開會好重要啊嘅原因就係佢哋係即係我哋而家咁樣曲解啦，可能就係為咗去分擔嗰個責任嘅問題咯。即係一個集體卸責制咯。好啦，咁呢個話題都七七八八啦，係嘛？係啦，咁不如我哋就講下我哋咪後嘅嗰個問題，即係我哋討論咗好長時間嘅一個問題啦，就係講到究竟喺第6卷入面，比企谷佢同埋雪乃，即係因為上武男，即係小南佢咧嘅拖後腿，令到成件事就嚴重滯後啦。咁雪之下擔起晒成件事嘅責任。咁最後尾，但係又即係因為能力力有不逮啦，咁就需要到其他人嘅協助，但係佢就未宣之於口嘅之前呢，葉山就走出嚟話：我嚟幫你啦。咁樣就一班人就去勸雪乃接受佢嘅幫助。咁當時大老師呢就喺度諗啦。習慣受人幫助的人真好，他們可以毫不猶豫地依靠到其他人身上，同心協力，相互合作，這些聽起來是再美妙不過的事。然而，我不會盲目地一味讚美這種行為。試想看看，雖然眾人一起從事一件工作是很好、很美妙的事情，但是這難道代表一個人自己做是不對的嗎？靠自己的力量努力過來的人，為什麼非得遭到否定？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即係咁樣講嘅。
咁我哋就都講翻下我哋咪後講啲乜嘢啦。即係咁就由阿 CY 講先啦。即係我主要就覺得咧，呢件事點講都係阿雪乃自己擔起咗一件事，即係擔起咗個責任啦。咁但係點知佢後來先發覺係即係呢件事就唔係常人做到嘅，就係因為始終嗰個咩白次男啊，白咩男啊？上武男啊，你講到海虎咁樣嘅。OK 即係而家乜乜男我都開始老火成海虎啊！即係 OK 呢個上武男，呢個上武男咧，咁佢就不停拖後腿啦，然之後自己又戇鳩交咁樣咁啊，又搞到阿雪之奶要即係例如要唔係佢係要幫佢執手尾啦，要執手尾啦咁樣，咁啊變咗就連雪之奶呢一個咁犀利咁能幹嘅人都開始搞唔掂成件事，咁最後就搞到阿葉生就都睇唔慣，伸出援手啦。咁即係唔單止雪之奶啦，連阿比奇高都覺得即係葉生你肯幫手當然係好，但係即係覺得咁樣係侮辱咗阿雪之奶自己不獨自，即係好努力咁樣嘗試做好件事，但係估唔到最後居然要人哋幫手嘅，佢自己嘅自尊過唔去咯。係㗎，咁都交代翻啲背景先啦。即係其實呢件事就有少少複雜嘅，唔係其實都唔係話複雜嘅，主要都係講翻其實係啦。咁就雪乃佢係意氣用事嘅，主要都係因為咁如果以我哋上帝視點嚟講呢，就的確佢係非常之唔抵爭嘅。不過都我講咗先啦。咁就雪乃嚟講呢，就因為有佢家姐楊乃曾經做過校際委員長嘅呢個咁嘅前科呢，佢係冇一條後路，即係佢唔俾自己有一條後路嘅，就冇佢即係冇查禍成件，唔係即係冇成件事搞禍嘅呢個選項啦，所以佢係一定要搞好件事。咁當然本身如果係以世俗眼光都唔會有一個搞禍件事嘅選項啦。但係問題係上武男嚟講呢，佢係因為即係小男嚟講呢，就因為佢嘅自把自為佢嘅天真佢好傻嘅關係呢，令到成件事就因為佢嘅天真同傻，就令到成件事係唔可以如期進行啊。咁所以令到所有嘅手尾都交俾佢，而雪之下即係因為面對住咁嘅豬嘅隊友呢。佢就為咗唔想令件事就更加複雜、更加麻煩，咁佢就選擇係獨力去支撐起成個活動啦。咁當然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屌你做乜撚嘢去食呢隻死貓啫？你只要將佢小蘭攞翻出嚟，然後屌翻一輪，跟住然後就話你條撲街，咁點可以自己走咗去或者係你咁樣不負責任咁去交晒啲嘢俾人推卸責任咁樣係唔啱啊！咁樣嘅話就 OK 啦。但係佢係因為有唔想搞大件事啦，唔想繼續去拖延呢個時間啦，即係用呢啲時間去屌一個無謂人啦，去即係自己選擇獨力去搞一件事嘅。咁樣嘅一個狀況啦，咁大老師就見到呢個狀況，就見到明明葉生知道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但係佢都選擇用呢種方法，即係去話喺開到聲話幫助雪之奶，唔係雪奶咁樣嘅狀況咯。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即係依家個問題根本咧。就係、即係我就覺得問題根本咧，其實係雪之下雪乃接受咗呢個挑戰嘅。其實佢有其他選項噶嘛。即係最大嘅問題係我個人就覺得，依家雪之下唔係，即係雪之下本身嘅人咧就非常之自傲嘅，而佢亦都有呢個資格啦，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即係品學兼優啊。總之就係處理事情嘅能力非常強啦。又非常之強啊，咁樣手段都好高啊，咁樣諸如此類，搞掂咗就係萬能啦。但係估唔到連萬能嘅雪乃咧都有佢做唔到嘅事咧，咁呢個佢係始料不及啦。但係縱使係咁，佢仍然去，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當然呢個可能係作者自己嘅盤算啦，就係話翻俾大家知，雪乃並唔係無萬能噶啦，佢都即係
即係總有時間係人所力不能及噶咯。冇錯啦，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佢為咗呢一個意氣之爭，去咁樣去令到自己做自己做唔到嘅嘢，我覺得呢一方面我係會偏向責罵雪乃嘅咯。OK，咁其實我就係偏向係支持阿比企谷嘅言論嘅，即係因為其實如果葉山你係即係真係一個只係需要講少少嘢就可以令到阿小南係即係回歸原點啊，即刻翻到嚟幫手啊，咁其實你何樂而不為呢？但係依家問題佢嘅狀況就係搞到佢明明係擁有治標同治本嘅實力，但係佢選擇麻煩，即係佢唔係選擇簡單啲嘅治本嘅方法，而係選擇麻煩啲嘅治標方法。咁雖然我咁樣講可能有少少矛盾啦，但係個事實嘅狀況就係咁樣嘅。咁佢係選擇自己親手落手落腳去，佢係選擇自己落手落腳去幫阿雪乃去搞好呢個活動，都唔選擇叫翻阿小南翻嚟去承擔翻自己應做嘅責任呢。咁呢個就係阿大老師佢去批判嘅葉山嘅嗰個重點嚟嘅。咁佢入面就提及到啦，依靠別人確實很重要，但是就我所見，目前所有人都只想依靠別人，若要借助別人的力量是沒有關係。不過在場也有家伙一味把工作丟給別人。咁佢亦都講到，具體嚟說，對啊，就是把工作推給我的那些人，真不能原諒他們。現在處於非常時期，自己沒有辦法悠哉是不得已的。可是我之外的其他人卻可以選擇那麼悠哉，那就是無法原諒的。咁樣嘅一個狀況咯，即係話其實葉山嚟講，佢係清楚晒一切嘅來龍去脈，佢知道真正嘅責任係邊一個去承擔，但係佢結果只係選擇嚟即係先講下即係因為自尊心好強嘅雪乃喺呢方面最後尾係做唔到啦。以結果論嚟講，咁就佢係失敗嘅，佢係需要接受人幫助，但係依家葉山就係宣之於口話你唔得㗎啦，等我嚟幫手啦。咁樣呢種其實對雪乃嚟講係一種屈辱嘅。咁其實以大老師嘅講法嚟講呢，咁佢就係可以選擇拉小南翻嚟做翻佢應該做嘅嘢，去統合翻成個嘅團隊咁樣嘅狀況咯。咁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即係我自己嘅總結呢，就係葉山有戴頭盔，而阿雪乃冇戴頭盔啦。咁因為係啊，唔係咁我講翻啲背景呢，因為葉山嚟講呢，其實係表面上係會裝。唔係，即係我哋咁樣講可能會，唔係我咁樣講可能貶低佢啦。佢其實係裝人線啦，裝博愛咁樣噶嘛，咁樣講咯。但係佢就戴咗頭盔，就係唔會過分地介入人哋嘅嗰個領域啊範疇入面咧，去做啲乜嘢嘢嘅咁樣咯。係啊，即係作為一個唔係話呢個侍奉社嘅組員咧，咁葉山肯幫手，佢甚至乎唔係呢個活動入面需要幫手嘅人。係當然，即係佢肯幫手咧，其實已經仁至義盡㗎啦。咁樣，而佢亦都戴晒頭盔，即係我幫手還幫手，但係我亦都冇必要幫到咁盡啦，係咪？因為始終咁佢又冇明示嘅，不過係呢種始終你要去到係捉翻阿上武男翻嚟，即係當頭棒喝啊，等佢大徹大悟啊咁樣。呢個其實係一個醜人角色嚟㗎嘛。有邊個中意捉住人哋嚟鬧嘅啫？除咗啲 S 嗰啲人之外啦，咁佢當然係冇呢個必要。如果戴咗頭盔，佢係唔會做呢啲咁嘅行為啦。所以佢所選擇嘅行為就係、拍爛檔幫我手啦，即係當我蝕少少咁樣搞掂件事算數啦。即係佢係選擇一個最直接同最簡單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啦。係啊，咁但係雪乃佢就衰在冇戴頭盔，佢又講到自己做乜都得啊，又可以好完美咁解決所有事啊，然之後又其實重點就係佢當初即係冇拒絕呢個不合理嘅待遇咯。係咯，然之後又因為佢有家姐嘅陰影，咁佢又覺得家姐做到冇理由自己做唔到啊。咁樣嘅意氣之爭，佢導致自己接受咗自己接受挑戰唔嚟嘅挑戰嚇。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雪乃冇戴頭盔最後出事嘅一個事件咯。
咁我只可以話啦，即係如果以上帝視點嚟講呢，雪乃係抵撚死㗎啦，即係因為佢冇拒絕一個唔應該由佢嚟承受嘅責任啦。二來就係佢明明知道自己都催谷到病埋啦，咁仍然係唔去自量一下，跟住然後放棄佢嘅所謂嘅尊嚴啦，即係好似第9卷嘅比奇谷咁樣啦，去請求他人嘅協助嘅。咁呢個就係佢問題所在啦。但係即係如果以呢套即係套用翻所有嘅立場嚟講呢，我都只可以話同情分都應該要俾嘅。即係依家就係阿大老師佢呢，就係俾一個同情分佢，佢係覺得你咁樣做係否定咗一直以來努力靠自己力量努力過來嘅人咯。但好可惜嘅就係現實係殘酷嘅。如果你努力完之後係冇成果嘅話，咁樣你呢個努力就只可以俾人哋所遺忘咯。咁如果你真係要講嘅話呢，就係所講到嘅青春咯。咁呢個就係你失敗嘅一個經歷咯。冇錯。咁呢個其實呢，即係如你由我嘅講嘅角度去睇呢，或者由 CY 講嘅角度去睇呢，其實都啱嘅。但係問題係呢，以現實嚟講呢，即係以上帝視點嚟講呢，就絕對只可以係用 CY 嘅嗰種方法啦。即係因為始終拉小蘭翻嚟呢係一個不確定因素。如果以自己能夠控制範圍嚟講呢，始終都係落手落腳搞掂晒所有嘢為優先嘅，咁樣咯。再唔係點樣轉頭？點解唔係俾記高去捉翻上古蘭翻嚟？如果佢咁中意講大道理嘅話，係啊，其實最後尾就係由佢去做嘅。不過只可以話佢做得太遲咯。即係因為俾都好似係涉及到考慮到雪乃嘅心情，而冇點樣去過分涉入呢種關係。即係佢係望住佢燃燒嘅話呢，佢都作為一個武士，係希望佢係即係勸勵咁樣去死佢咁樣咯。唔係，即係簡單地講就係唔好阻，係咯，唔好阻住人哋咯。係啊，咁就俾佢放手去搏一搏咯。其實但係最後發覺真係唔掂當嘅，咁啊真係唯有出手咯。係啊，咁其實佢都一直幫緊嘅，以佢最大嘅限度。你都知道啊，大老師佢有幾咁討厭工作㗎啦。但係佢都喺呢件事上面盡最大努力去協助雪乃嘅。但係其實成件事嘅最主要嘅觀點，唔係即係最主要嘅問題所在，就係因為上武男查獲成件事，而令到成件事出現到咁嘅崩壞狀況咧。呢個先至係問題嘅所在咯。Okay，而佢當初就係逃避咗呢個狀況咯。OK，咁仲有冇啲咩要補充咧？咁其實時間都差唔多，我哋只可以話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嘢嚟講呢，都係有我哋各自嘅觀點。唔係，其實你可以由唔同嘅觀點同唔同嘅角度去切入，或者去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呢個就係動畫佢俾唔到你嘅嘢咯，而小説佢就喺呢方面係描寫得非常之細緻同埋深入嘅。即係佢每一件事其實都係個 scenario， 咁其實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樣去整理一下，然之後去諗下究竟當中嘅對與錯。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睇果青，即係當然佢嘅故事本身都有趣啦。咁喺對話當中亦都有好多 get 啊，又或者好發展亦都好即係意想不到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引申嘅，就係你可以諗一諗當中嘅一啲價值觀啊嘅一啲道理啊。我覺得呢個其實作者最想帶出嘅信息咯。係嘅，咁就咁呢節都應該差唔多啦，咁就冇咩補充嘅話就完啦。好，咁我哋跟住落嚟就係 PAD 嘅環節。OK， 好。下次見。嗯。